繼續是政壇消息，來看民眾黨的立委李金秀日前開直播，講新竹市長高虹安有甲郭文鐵提700萬，引發着因黨內的不滿。過去捌代表着民眾黨選桃園市議員的詹延傑，是伫個面冊鋪伊過去甲李金秀對話的掠圖。李金秀講高虹安是民眾黨的罪人，而且認為伊做真當袂當來赦免。詹延傑批評講，1千個李金秀卡起來嘛比袂過一個高虹安。李金秀辦公室回應講，尊重每一個人表達意見。過去直播事件，互黨內投靠莫里小，民眾黨立委李金秀昨暝閣開直播，講家己有影有考慮過是要選台北市長。進台灣民眾黨的黨部就是說，代表台灣民眾黨出來選竹北市市長。因為我那個時候半點都沒有把自己當陸配。如今若袂選啊，進前開直播要了高虹安提郭文鐵的700萬，恐驚會扣民眾黨處罰。過去捌代表民眾黨參選桃園市議員的詹延傑，閣一擺講到兩個人袂合。面冊拋出和李金秀過去對話的掠圖，顯示詹延傑早就知影李金秀和林關聯檢舉高虹安。對話內底，李金秀先講，伊到今仔日嘛是還閣認為高虹安是民眾黨的罪人，嘛認為伊最無可赦的關係，就是打壓家己責任區內和黨內的參選人，完全無顧黨的利益，認為高虹安行到今仔日是伊家己做得來的。那詹延傑當時嘛會講，毋過你嘛無應該去檢舉高虹安，黨內代誌黨內解決。另外，佮拋出一張圖，李金秀2023年成立資本額300萬的公司，負責前為李金秀變做林關聯，落尾佮變做李金秀。1000個李金秀委員都比不過一個高虹安委員，所以把他弄下來是台灣民眾黨的損失。而且大家現在也看到，就是李金秀委員自己的言行。高虹安欺負助理的事是大家都知道嘛？那真正追討者是誰？我覺得民眾黨可以公布完整的檔案啦，解決一下大家的疑惑。現在就是不是兩個女生吵架的問題，而是民眾黨怎麼樣面對價值的大是大非。對這件代誌，李金秀辦公室嘛講尊重每一個人意見的表達，相關爭議繼續探討，就看黨中央的智慧如何對點爭議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